咱国内开始注射武汉肺炎疫苗以来，因为疫苗死亡的人数已经有1400多人，其中290多件经过审计，认定这内面有9成死亡原因是甲疫苗无牵连的。立法院国民党团2邀请疫苗受害者家属出面讲出因的心声，伊也呼吁政府面对这寡申请救济案件，就要赶紧，而且要放人去认定。 新冠肺炎的预防注射持续咧做，但是有人做了后，雄雄煞过身，煞找无原因，家属真歹接受。经过医师认定，说可以打疫苗，才打疫苗的，不然我也不同意他打疫苗。他虽然是有慢性病，但是也不至于那么严重死亡。 血管都全部爆裂。在场3位受害者家属讲出因的经历，批评政府讲将诉状款的审查拢是假的。国民党团嘛提出一管数到今年3月，针对疫苗不良事件的统计，注射疫苗了后死亡的有1400多件，不过审期敢若294件，结果认定死亡甲疫苗无相关的有257件，要9成。受害者家属感觉审期的天数拖伤长，而且认定的方式。 嘛，受过严格。确实，我们是求助无门，判断太难，这些都是我们遭遇的困难。我们不愿意做这个无谓的牺牲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且公告的检验项目或检查项目，你如何能够完全的排除接种疫苗死亡的人与接种疫苗完全无关呢？ 有律师认为，这为福保即摆认定，若符合无相关4个要件之一，就判断无相关。但是要符合相关3个要件，才通通过鉴定做有关联，而且审查的执行足严格。建议立法院邀集预防接种受害审计小组来开会修法。不过，一管事实表示，审计拢照相关的天数会尽量行。记者陈阿文、李孝凯采访报道。